我他妈发现我的老板是一位孤儿，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的老板在工作上真的很机车，直到前几天闲聊，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孤儿。你小时候就发现你的养父母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了？对啊。那你怎么他妈还可以笑得出来？他在国小的那一年，意外发现养大他的父母并非他亲生父母。我听到的当下震惊到不行。我问他：“你发现的时候你会难过吗？”他只是淡淡回一句：“有些人他没父母，但是我却有2个父母。”你他妈也太乐观了。那时候我才懂为什么他从小读建教合作，那个1学期打工1学期读书，只为了贴补家用的日子，就是他的青春。当我们还在挥霍生活的时候，他已经在社会上打滚。现在这间花了200多万创立的理发品牌，是他花了整整17年一点一滴存下来的积蓄。他用了半辈子的时间去磨练技术，打磨自己，只为了实现那一句听起来很平凡却对他很重要的理想。从我这间店出去，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型。虽然他在工作上要求很严格，但是我从他身上学到，无论起点如何，都要用乐观积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。这是我的老板喜多。阳光下